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行政院来宣布，要删减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补助款25%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呛声，讲这礼拜就会提出着诉愿，要甲防删减的补助款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前发出讲，要甲地方做伙来渡难关，所以院长敢会邀请地方首长到院会来讨论咧。行政院的秘书长姜明兴敢若讲说说，并无正面回应。政院当时是想要追加预算，是吗？这个我已经没有那样的忘记了，对，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。为着改动预算，行政院秘书长金明兴亲身出马，徛起咧到备询第一场来回答。金明兴人来遐，国民党团爆发出甲级动员全面应战，全因为行政院大刀拨25%地方一般性的补助款，全国的县市首长丢卡动地，首都市长蒋万安嘛发声，暗送提出诉愿，要甲钱连本带利讨到倒来。会请蒋市长来做讨论吗？提到说希望地方可以共体时政。除了说多些，村内就无要搁回答。不过，敢会因为政院卡地方政府预算，和行政院这边提出的8项预算改动，最尾6.52亿的经费判过立宪这关。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回归立法院这个冻结与解冻的标准游戏规则。如果你可以说明得清楚、讲得明白，大家达成共识，那预算的解冻没有问题。敢有要改动，嘛是要看行政院的表现。不过行政院这边636亿的空，到底要为倒位来补？连夜甲问题指向在野党。什么人上我这？伫大宴会，伫遐删来删去。唔知影删哪一条的人，动手删地方政府一般补助款的，明明是卓荣泰，就民进党还有脸甩锅给在野党。为预算改动到地方补助款删除，南北党团预计6月13邀请杜英泰到立宪专案报告，讲清楚说明表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